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世徐拍嘅頻道。今次介紹嘅係喺深水埗新開業嘅銀杏冰室餐廳，聘用嘅都係長者嘅員工，而理念除咗係服務弱勢社群之外，亦都係希望打造一個貧富共融嘅空間。所以你會見到餐牌有1蚊嘅食品，亦都有80蚊嘅午市小炒，豐儉由人。呢日係星期日早上8點，特登過嚟試下銀杏冰室早市嘅食品。我一個人點咗6樣嘅食品同飲品，試多啲俾大家睇。埋單係29蚊，我會叫呢個係時光倒流價。提一提，用餐之後可以保留返張單據。如果有興趣試埋銀杏館其他指定嘅餐廳，係有9折嘅優惠。銀杏館每間餐廳都有佢唔同嘅特色，詳細可以參考翻個網址。咁我亦都會將銀杏館嘅網址放喺描述欄裏邊，方便大家。銀杏冰室嘅位置就介乎喺地鐵深水埗站同南昌站之間。今次我係由深水埗站 C2 出口行過去。嚟到呢度，大家有2條路可以選擇。咁第一條路就沿住綠色箭嘴一路向前行，去到欽州街，再跟住藍色嘅箭嘴一路向前行，見到醫局街嘅時候就轉入醫局街，行多一陣就會到咗餐廳嘅位置。行呢條路係會稍為長啲咁多，咁但係好處就係街道嘅市容係比較企理，咁特別係女士應該會係喜歡行呢條路多啲。我自己就沿住內街、桂林街一路直去。最後我用返普通嘅步速，大約用咗6分半鐘就去到銀杏冰室。如果大家係先見到大大個良友冰室嘅招牌，望返過對面就係銀杏冰室。留意返餐廳張貼出嚟嘅營業時間，分開早午市同埋晚市。餐廳嘅早午市餐牌亦都係張貼咗喺餐廳嘅門外，俾大家睇清楚。綠色嘅係早午市，而棗紅色嘅係晚市嘅餐牌。呢張係銀杏冰室張貼出嚟嘅經營理念、電話、地址同埋 QR code。餐廳嘅內部一眼睇晒，呢邊就係2人同埋4人台，我坐緊嘅另一邊呢，就係單人面向牆壁嘅位置。餐廳嘅早午市餐牌由最平嘅1蚊滷餅，到最貴嘅58蚊生滾魚湯泡飯都有。午市廚師精選奉送無味精靚湯，價位由38蚊至88蚊。餐廳係用 QR code 落單嘅，咁建議餐廳可以考慮單人位置個 QR code 係咪可以貼喺牆身呢？又或者諗下啲方法令到個 QR code 睇落係乾淨啲。單人位置見到有鹽樽、胡椒粉樽、牙籤、匙羹、筷子，仲有甜醬、辣醬、麻醬同埋糖包。8蚊豉汁排骨飯，飯係正常水準，排骨醃得幾好味，雖然有辣椒，但食唔到有啲咩辣味。5蚊番薯粥，粥底綿密，淡口唔夠鹹，可以自己加鹽，番薯甜到足夠，好味。5蚊有機時菜鮮嫩，真係菜有菜味，但係就唔見有跟豉油或者係蠔油。5蚊熱奶茶，正常水準，茶味中等。1蚊大大杯羅漢果茶，有淡淡嘅羅漢果味道。5蚊牛油三文治，麵包軟熟新鮮，建議餐廳可以加多個有烘底嘅選擇。
好，最後嚟返個早餐全家福大合照。嚟到尾聲，順便介紹返銀杏館仲有其他6間唔同嘅店鋪，各具唔同嘅特色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上返銀杏館嘅網頁睇返詳細嘅資料。嚟個總結，銀杏冰室早餐嘅價錢性價比肯定係極高，但係睇嚟餐廳係用緊晚市同埋午市正常價位嘅食品，補貼返早餐嘅平價食品。所以下一次有機會再嚟，就會試一試餐廳晚市同埋午市正常價位嘅出品。最後，如果大家喜歡呢個頻道，記得訂閱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。喜歡呢條影片，亦都請點讚、留言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出去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